这是石冈水坝，你们很难想象吧？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墟，因为921大地震让石冈水坝垮了，房子倒了，田园毁了，让沙港这个客家庄呢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击。可是当工作小组来到这受创严重的石冈山城时，不但重建已略见规模，就像这里的石水口休闲园区，去年刚重建完成开幕，就吸引了6万人次来这里体验客家人的热情。当我们骑着脚踏车，沿着规划好的这个脚踏车道，游览如情人木桥、传统大水车这些石冈美景时，不但赞叹这里的客家人努力重建自己家园的那股毅力之外，更发现这个客家庄充满了生命力的一种客家乡情独有的强韧生命力。921地震之后然后本来是有在做工作的，还有在家做手工的也有做果园的后来就是地震之后工作都没有了，我们这些妈妈然后聚集在一起来办这个，来推广我们这个，就是大家给一个就业机会这样。这是刘妈妈，刘妈妈跟我们说，地震之后，他们并没有被这场惨绝人寰的天灾击倒，反而收拾起伤心，擦干眼泪，挥汗站了起来，找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妈妈们，胼手胝足地共创了石冈妈妈传统美食小铺。他们说，想吃鱼就自己去钓，是大家共有的信念。这样不但不用一直接受救济，更重要的是，因为自力更生的关系，让大家变得更有尊严与骄傲了。我们就是做一些传统的口味了，有肉粽了还有一些点心跟一些客家菜我们不断的在研究，还有学习这样不断的在改进就是我们这边的客家料理这样。没错，这里的道地客家美食和自创风味的糕点是吸引人的主要原因。店里的客人的络绎不绝，就是生意好的最佳证明。但原因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那就是石冈妈妈们积极认真的经营态度，用健康朴实的产品传达在地的客家精神，而且用行动来与石冈乡的发展紧密结合。不但如此，妈妈们更有研究发展的精神，不断地将菜色推陈出新。就像最近推出的药膳料理，不但吃得到美味，更吃得到健康。像我们最近有推出就是这一道的那个北沙参鸡爪胶现在也蛮受欢迎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姜蓉鸡，也是我们最近新推出的产品。我们问刘妈妈说，这样的工作会不会累？不但要照顾店里的生意，还要照顾家里的大大小小。他们说才不会嘞，这样的忙碌反而可以让他们找到人生的目标。这样说好像恶心了点。刘妈妈笑着说，实际上是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气氛非常的愉快，让他们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白天忙店里，晚上忙家里，一点也不会觉得累。我们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大家就像姐妹工作很愉快然后每天就是还可以照顾到家庭就是说我们的时间我们是从早上9点做到傍晚5点半这样都可以照顾到家庭然后小孩都可以照顾得到就是蛮好的了，让我们很有成就感这样很能够希望大家继续帮忙让我们一直可以永续经营下去这样。或许是客家人的天性使然，让这些妈妈可以不畏天灾、不怕困难的将熟悉的家园一点一滴的重建起来。如果说那场让人永难忘怀的921百年大震，在让人痛彻心扉之余，能震荡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石冈妈妈传统美食小铺绝对是震后再生的最好案例。桃花開雨裏，菊花那裡旺，多麼嘅酸爽，要嘅兩心行，多麼好樹咁嘅人。